为着解决弱势民众大的问题，中央佮地方政府拢会起社会主体，也毋过问题佮未少。早起社会主体推动联名，就提出6大主张甲建议。因讲嘛要针对总统参选人的社会主体政策来进行检验，10月初2会来公布结果。国邦价甲投机客炒房引起各界关注国内的基础政治。虽然中央甲地方政府拢有兴办社会主体，不过有关有真侪问题也未解决。社会主体推动联名提出，包括社会多元分配模式、以收入分给租金、营运模式以地方为主、强化福利面向投资、大力去采用轮候制甲通盘检讨、包租代管机制等6大主张，呼吁总统参选人应该停止政治批评，优先面对未来社体安怎起得更较紧、更较好。中央的社宅跟地方的社宅，可是我们认为管理规则要一致。社会住宅不是只有房子之外，它应该加强软体的社会福利。抽签的话就会变成是等运气嘛，可变成轮候之后，简单讲，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民意压力，因为大家就每天逼着你干。社会主体推动那边表示，目前社体兴建速度对不到人民的需求。今嘛抽签制度应该改做轮候制，互基础资源的分配更较有正当性。租金也应该采取收入分级，佮建立多元分配模式，结合土地开发，鼓励建商、NGO 兴建社体，活化无利用的公有房舍，才会当增加社体供给。包租代管它目前是社会住宅8万户的一部分，但是目前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弱势比例其实是越来越少的。我们去新增很多这种整件型的社会住宅，我们就不用重新盖一栋，这样子它就变得比较便宜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它必须要真的针对收入来去计算可负担租金，那这个当然前提就是他们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财源挹注才有办法。联名强调，这一期也会展开拿603组总统参选人的社体政策检验行程，以地球对决方式来请各参选人抛出社体政策计划，佮会伫10月初2公布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